客家的感动时刻需要被记录，而纪录片导演韩比峰已经投入许久。韩比峰，台东鹿野客家人，他的镜头下记录着花东铁道的美丽影像，还有后山客家庄的万种风情。而事实上呢，有限资源但是有无限热忱的韩比峰，还成立了影音中心，就为了要号召新血，用镜头为客家土地写历史。花东铁道风情让不少铁道迷心神向往，这样的美景更是令人难忘。绿油油的稻田，山光水色，美丽的画面都是来自纪录片导演韩比峰之手。女儿开车载着器材，即使台东下起大雨，韩比峰对摄影的热情从来不会被浇熄。来到车站月台，等待这么久，为的是这一瞬间。火车一闪而过，韩比峰拍火车，拍到每辆列车的车长都认识他。因为铁路电气化，他希望把后山铁道记忆保存下来。把花莲到台东28个火车站做全面的记录，那也就是希望呢，给这一段的铁路啊，给留下一些历史。留下它的影像，因为我想可能没有那么大，没有一间传播公司或电视台，他愿意花那么多的时间去记录这种东西。韩比峰是台东鹿野客家人，44年次，曾经是空军军官，2003年开始从事影音记录客家文史工作。专注的眼神，熟练的操控摄影机，在韩比峰的镜头下，记录着后山客家庄的风情。丰原圳是当地早期灌溉的渠道，也是重要的农作经济命脉。韩比峰拍摄丰原圳从以前到现在的变化，访问不少地方耆老。纪录片里的农田山岚依旧。但是令韩比峰感伤的是，不少影中人已经不在。不及时的记录的话，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常常有这种感叹。那我当初为什么要记录客家的人？最主要就是这些老人家在这个地方那么的努力，那么的打拼的在这边工作，没有人帮他留下历史，没有人帮他留下影像。我觉得非常的可惜。即使资源不多，韩比峰还是希望能继续做下去。成立的影音中心要吸引更多新血，号召大家一起来用镜头为地方写历史。镜头下的东台湾，田埂间耕作着质朴生活，铁道上飞驰着怀旧氛围。丰原圳里流水淙淙，不变的却是韩比峰爱客家的心和在后山开展的感动时刻。